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对，我即阵搁伫澳洲吼，食饱未？来，老师平安，老师平安，食饱吼。咱今仔即个牧师吼，找无伊个图呢，所以吼，毋知伊是毋是生安尼啊吼，所以希望伊会当原谅咱吼，甲伊话安尼。即个牧师个名搁真长Simon 范伯念。对，大家敢会记得顶礼拜咱讲的是倒一个牧师？咱搁来一小歌仔，互大家回想一下，来讲者吼。即个讲顶礼拜即个牧师伊啥物代志啊？跟水牛有关系，对吧？伊引进台湾120只水牛。是，所以是真厉害吼。伊嘛是真疼遮个原住民的一个牧师吼。所以听讲伊拢是照因的方法咧做代志对无？对，照疼心了，就是用伊的疼心来做代志，所以一寡人就爱对，就种爱对伊的脚步，爱听伊的话。是，后来吼接续伊的即个牧师吼，伊就用无共款的方法咯。看卖啊是啥物？无共款的方法。1643年啦，为改啦。以后甲以前以前就是拢照台湾的风俗来传福音的时，考虑着台湾的风俗。我即摆对西门范伯念开始，伊就照荷兰人的方法，就因安怎信即个宗教，安怎传，因就照安尼来，就无搁照即个地方的风俗，是安尼。安尼可能就较毋知影要安怎迄落吼。可能较侪问题发生哦。咱今日要讲的是叫做华武龙社啦。其实这是翻译的翻译的迄个音，就是华武人 ，LANG 是人，就是讲台湾话人讲人哦，华武有人在讲啦，讲有可能是迄个，就是讲较早西拉雅的人哦，因讲伫叫做华武。所以讲是毋是西拉雅？因为西拉雅甲迄个华武龙的人哦，拢袂合，拢会相战哦。是。大家部落拢为家己嘛，就会相战。因就看无去南部的，这华武龙是中南部，就是中华以南、云林以北的这个所在，即块咧所以就讲，伊就甲因。就是讲外口人来讲因的名，就是华武人，叫做好尾人啦。咱即摆甲翻译是好尾人好尾就是对华武一句话翻译翻译的，所以有足侪汉字拢写无共款的。是安尼。所以伊叫伊是猪就对啊。就是安尼像，比如讲以色列的人哦。伫迦南人安怎讲因，你毋知？伊叫因叫做希伯来，因为希伯来意思就讲伊是伫大河迄边搬过来，一种河就是大河迄边的人叫做希伯来啦。这是迦南人讲以色列人叫做希伯来人，是安尼意思。因就是讲住伫台南遮的新港社附近遮的人。就讲华武龙社遐个人叫做华武人是当然这无讲真确实的，毋过咱会当安尼想，有哪有可能的有可能是安尼。所以华武龙社就是属于中部平埔族，平埔族伫台湾拢总有11族啦。咱即摆来介绍2族尔伊是叫做巴布扎，因为
因的族群的名叫做巴布萨，就是现今的婚姻观好买，巴布就是好买的意思啦。咱后来甲翻做好买，土库、保中甲附近的乡镇，因的人真济，差不多有4000人，因的勇士800人，所以较早那是一个足大的社团。伫163，但是因足敖嘛，当然因就会当去外口若有人要进入因的店，因的拍拉的所在场所若有人入来，伊就爱甲拍出去啊。所以有汉迄阵大陆遐有一寡人走来台湾，叫做汉人汉人就入来台湾有几个尔，迄阵还未大量入来华武龙的人就去海边甲因拍死，就是伫迄个，就即阵的布地啦，即阵布地叫做美好里吧，迄个所在甲有拍死3个人，阵荷兰拄想要甲伊南部遮已经稳定，就要想伊的土地，佮要向北边去甲台湾的土地佮占入去荷兰的管理内面，伊就想要甲即个，就即个花舞龙即个社甲伊食起来，所以荷兰人有人甲伊讲，荷兰伊迄平埔族的番伊个平埔番来拍汉人，也是讲拍新港社的人拢共款荷兰人伊就出兵去甲伊。讨公道就出兵去啊！所以1637年的时10月荷兰人就派军队300外个人，甲1400个西拉雅的人前往华武人的所在来相接。因为因人济，还有枪，咱的平埔族无枪，干那用刀甲剑。刀甲剑要拍的距离有限袂当拍足远，所以一定拍输的嘛。结果因2000间的厝拢互烧掉，因的稻啦、农作物啦，所有的拢总放火烧。因为较早的厝拢总用房啦，用柴，顶悬砍稻草。你若一买火像即款厝，你看。即款的厝顶悬是砍稻草的嘛，下骹拢是木材，拢是柴做的。你若讲放火倒，我想一个啦毋免几分钟就拢烧了了。所以有2000间的厝拢烧，所以因倒转来是大家拢无厝通住，就伫遐足悲惨的伫遐哭。因为新港社人有人听到，有人记录啦。讲因倒转来看到迄个情形的时候，拢大声吼足悲惨的，因为因的厝拢无去啦，因的鸡仔鸟也拢死了了，因的所有的农作物也拢变成臭的，拢变成火腐，所以就完全无向望伫遐足可怜的是，所以咱知影讲荷兰人较早咧统治一个所在是，其实有那是足恐怖啦。烧了掉。情况咱结果遮都拢烧掉因的人头有22个勇士，就互伊抬去，因为较早的人若抬死另外一个人就甲伊的头摕倒转来，会当代表伊足敖会当成功就对啊，所以22个人头就甲摕倒转。安尼老师，我有想着讲，咱伫圣经旧约因若去以色列人去占啥物？迄迦南边缘的人，伊嘛是规个拢家烧烧的吼，伊是规个拢家摕着安尼，无留一个连即个。拢无留，对，咱讲真解，荷兰人去拍小琉球的时也是共款，连一个都无要留全部拢家掠出来。为送去印尼，为送来台湾，所以小琉球遐的人就完全灭无，就拢无去啊。听讲这是伫迄个一个大厦一个公司，伊的岛华武龙社，华武龙，
咱有龙虾，下面你正经的道啦吼，足久以前的人画的款咯，咱道观此好，所以呢，就来即个木书。是啊，咱即阵来讲迄个范普练木书啦，因为咱知影伫迄个，毋是荷兰人有派兵去烧掉花舞龙的所有厝嘛？后来就甲因讲和，讲吼啊，咱若签约，你莫拍阮的人，你安尼互你啥物，就算做甲伊签约啊，签约就是讲受荷兰管，所以花舞龙就甲遐个人就袂去造反，伊就派一个牧师去，第一个牧师派去的叫做西门哦，即西门范布练牧师，伊就派来伫即个所，后来佫连续有派华德力牧师甲碧奇牧师两个，即两个牧师伊大生就已经有研究台湾的逐个所在的语言，所以华德力牧师来台湾的时阵，伊就会晓讲，因为伊研究华舞龙的语言，就用因安怎讲话，伊就甲伊学起来。所以伊咧讲道的时，就会晓用，就是用迄个华舞龙的人的话来讲道。下碧奇牧师呢，伊佫会晓编写字典，就是讲甲因的音共款啦，共款因是用罗马字写啦。所以即两位牧师是对文化的贡献有较大，伊就将因所有有关于内底的物件记录起来，即个记录互即个族群无袂无。虽然讲但无，因为以前拢无文字，无文字，敢若靠一个人讲互一个人听，迄个人若无讲就结束啊，是安尼哦。所以花舞龙的时阵，咱看荷兰文甲花舞龙文哦，即阵还佫留咧，即个文字。所以咱有哪会当去研究巴布扎族即组的人讲话的情形，甲荷兰文对照啦。是。所以咱知影讲基督教，就是讲宣教师，伊若到每一个所在，假使伊若无文字，就先甲因教，先人教会晓写字，写家己的文字，就会当甲古早留落来好的模样、好的办法记录落来，安尼通好传落伊的后代。这是文字是最重要的。来就是讲，甲因的无好的信仰。因咧信毋对，还是讲会拍歹伊身体无好诶信仰，甲伊说明互听，叫伊要了解什么人是创造宇宙，什么人会当互人得到救。那创造宇宙迄个神，迄个上帝，就是咱爱拜诶，其他诶就毋免就安尼来互人有智慧。所以箴言19章10节诶所在讲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，迄位圣的，就是聪明；迄位圣的，敢若一位尔啦，无两位啦，就是迄个创造天地的上帝。你若捌你安尼，你就是聪明，你就是会晓通思想一寡问题，无做迄个戆代志无搁讲我一定爱。即边我即组爱拍你组，无一定爱安尼。两组的人有哪会当讲和，然后用听心来三款待，就会当逐个人和平相处。安尼智慧就来到人的中间。所以基督教的宣教师是对社会有足大的好处。叫还未开发的所在来得到开发，这是咱值得感谢的所在。咱今仔日讲到遮。是讲其实因拢是有一个心嘛想讲，要互人明白上帝即个上帝是有智慧的上帝互伊毋免个安尼抬来抬去。其实因家己的人嘛是抬来抬去对无？毋免个做戆代志啦，因为一寡代志实在是戆有智慧就会晓处理代志，要安怎做甲，毋是讲一定爱拍死别人甲是好，无一定安尼。是真正的所以嘛是足感谢因因为安尼，所以因送倒侪
传教士来遮来台湾，吼，来帮咱的生活吼。礼拜是最有文字是最最重要。文字吼，嘿，伊个记录因的听讲的文，这三个牧师吼，就做大个贡献。会当即会当咱个当了解什么希腊雅的文化，然后无个灵动社团啊呢。好，所以咱今仔讲的西门怎么来念？翻不练，嘿，就是翻过来啦吼。啊，因为找无即个图，所以这个毋是伊啊吼。但是咱遮感谢吼，老师会当甲咱介绍遮第四个宣告是安尼共款，后礼拜伊会下台湾。8點10分，泰國7點10分，泰國7點10分。啊咧，歐洲則是下晡2點10分哦。就做伙來講台灣故事，咱今仔是用錄影的哦，所以呢，你若有講話，咱無甲你回答，吼先甲遮直接講歹勢吼。啊，但是你會當繼續寫，來老師會甲咱回答吼。後一擺個再會安尼，好，安尼希望大家。會記家己是一個讚吼，因為會來聽的人攏是有智慧的人，對吧吼？攏是敬畏啊，或有智慧的人吼。好，安尼多謝觀眾朋友，多謝老師，安尼咱後禮拜再會，平安。